好多時一個家庭開始諗遺囑，都係因為家庭支柱爸爸媽媽或者爺爺嫲嫲擔心萬一有一日唔喺度，佢身邊嘅人冇保障。可能你會以為寫咗份遺囑就搞掂，但係咪真正符合你嘅想法呢？而遺囑同信託又有咩分別呢？我會從以下幾項說明佢兩者有咩唔同。第一，遺產繼承需時。遺囑要經過遺囑認證，一般係需要6至9個月嘅，而信託係無需要經過呢啲認證，會按你設定好嘅條件即時撥款。第二，子女提款權限。若果仔女係未成年嘅話，遺囑上仔女嘅權益多數係受制於法定監護人，而好多時候提款係冇限制嘅。信託嘅框架就可以設定仔女成年前後嘅資產安排，更加可以設定專款項目，例如錢只可以用喺教育用途等等。第三，配偶保障。喺遺囑之下，一般你分配俾配偶嘅資產會一次性發放俾佢。如果配偶嘅理財能力較弱，咁變相佢嘅生活保障風險就大啲啦。相反，信託可以為配偶設定終身生活費安排，或者分階段式分配，更加可以設立大額款項需要嘅領取條件。第四，法律挑戰風險。遺囑好多時都會受到唔同嘅法律問題，大多數都係家屬對遺囑嘅挑戰。單係喺上半年已經有超過200宗遺囑嘅訴訟，而信託嘅法律效力強，唔係咁容易就被挑戰嘅。第五，執行人責任清晰。遺囑嘅執行人多數係配偶又或者係家屬，喺責任上多少都會有啲利益衝突嘅。而信託嘅執行人係專業信託法團，亦都有受託人條例規管，確保中立。所以如果想將遺產喺啱嘅時間交俾啱嘅人，唔係隨便喺遺囑寫幾句就搞得掂嘅。我哋家族辦公室嘅信託框架設計會着重以下幾點，等大家可以為將來做準備。子女咩年紀可以提款？錢可以用喺邊度？教育、醫療、留學、買樓？配偶可唔可以每月有定額生活費？需唔需要委任第三方監管人避免濫用？需唔需要配合人壽保單或者現金流嘅安排？遺囑風險高，信託監管好。留言俾我哋知你嘅睇法啊！Subscribe 我哋，發掘信託更多未知嘅一面。記得 like and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啊！